塘市大园区一间铁工厂啊，64岁员工咧摒扫桶仔时熊熊爆炸，人去互炸死。到底是啥物原因摒扫一个桶仔会出人命咧？经过调查发现啊，这桶仔内啊是高危险性三过氧化三丙酮 （trioxetone triperoxide）。这化学老师讲啊，这款物件吼威力真惊人，只要200公克，就会当达几架无人机。 它炸甲爆炸，所以有一个真惊人的外号，叫做“撒旦之庙”。人在哪里？最后面啊！救护人员真着急赶到铁工厂，因为当时发生爆炸案，有一个64岁宋姓查甫人被炸飞，摔伫涂骹。 砰一声，听到这个声音，看屋顶已经冒烟了。我先生以为是炸弹打过来。附近的住户拢惊甲害去，啊那爆炸的化学组架骹互崩一空，四个拢受影响，崩甲迷迷冒冒。互炸飞的查甫人摔伫涂骹，头壳破，重伤，送医了后也是救无活。啊那夺命的原因就是化学物质 TATP， 互人讲是恶魔之庙。非常容易起爆，小的一个摩擦。 给予一点点能量，它就会产生非常大的爆炸。只要100公克就可以瞬间产生1000公升到2000公升的气体，要带个200公克的撒旦之母在上面的话，就可以把民航机给炸。 根据了解，红崩一空的化学组大约2层楼高。宋氏查甫人9月清洗时，发现组底有结晶，就用改装的长的扫帚来清理。过程中，敢若因为甲金属有磨到，产生火光热能发生爆炸。经过检查，内底存的废液是异丙醇，马方认为可能是事故的原因之一。 存在长期自然存放情况底下，可能自发生成TATP。虽然是国内头例自然形成，因为外在因素爆炸，不过 TATP 的原料参像滚药水、盐酸、拢正容易体，过去嘛捌有安全的记录。 2022年7月，有老爸想要看查某囝情绪激动，伫咧派出所内底引爆 TATP 的爆炸物，手受伤送病院。2016年5月，嘛有贼仔随身炸土制炸弹，经过检验，内底的成分嘛是 TATP。专家嘛提醒 ，TATP 是真敏感，震动、磨到甚至是晒日头，拢可能会爆炸。若是化学厂爱注意，民众嘛就要小心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